看他老婆演，来自大武乡公所的我们的收楼吉他手，他又要唱歌了，他大家好，上半场我一直沉默，因为我没有麦克风，我每次都是没有麦克风的那个。好嘛，下次你开场吧。所以我一定要唱歌，我不管。大家好。好了，不要那么笑了。OK。我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。为什么你唱歌那么多人就走了？我们才刚开始，然后有接下来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唱。应该就是被上半场的那个非常给人吓走。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是老啊。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不要浪费时间了啊！我现在唱这首歌哈，也是很久的一首歌，我特别喜欢唱的歌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。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好，这首歌就是主唱者是陈升，歌名叫《不再让你孤单》。这首歌非常适合唱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、爸爸妈妈、老婆、女朋友、男朋友、老公都可以。小三、小四、小六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只要是你所爱的人，你都可以唱这首歌给。好，赶快唱歌，好，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。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，像是吹在草高原上的风，只想紧紧地你呼吸，紧紧拥抱你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。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，陪着你。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的，描述许多的故事给你听。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，多想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，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，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